恁爸是白派人，听到红派人名，恁爸就堵咱。大呀，我是出外人，我哪会知你做啥物白派红派啦？出外人目睭摸无像啊，有去问师母，目睭去割掉人吧，呸！是。你是安怎要拍伊？顶间就联络拄着伊，杀着我顶北高好怎来找伊？嘿嘿。嘿嘿嘿，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到孝是地瓜过的啊？干有影拍？你去拍伊，拍到伊，我送你一间老厝做嫁妆。嫁妆？大爷，你是讲我好招哦？伊若是招你，就是葫芦墩今年上大的笑亏，上！哈哈哈哈！一爸，你这个查某囝已经青春，一天比一天较水，当时要下做细姨啊！白见笑。你愈请恁爸愈改。哎呦，你看滚水滚也袂啦！哎呦，可能是啥？歹势啦，我以后哦，足无爱讲别人安尼甲阮查某囝拄啊讲笑吼。可能大，歹势，今仔毋知有啥物贵事吼。我是要叫你寄声互安排。无啦，我是安尼啦，阮遮是吼地楼啦，你卖地啦。安尼你也寄声，伊也寄声，阮卖地卖到吼足烦的，你知？有惊就有风声。你甲安排人讲，顶届因叫日本警察假做土匪来抢我的盐，这款拗步叫因后摆较莫用的。还佫有，因伫咧日本官厅有人听，阮伫咧遐嘛有肉骨，要拼大家来，相生死，相生大。是。这你甲安排人讲，这摆是我屈落要运盐保镖，因若是敢佫叫人来抢盐，来一个死一个，来10个死几排。对，这，啥人啦？好，来这。厝外交朋友，我何素爱有缘来斗阵。顾兄弟啊，安慰过年哈。你找阮大小姐，有啥物代志是？是无啥代志啦，想要甲伊交陪者。交陪？我交陪啥哈？盐鸡啊，我想要趁风批啊！你啥物叫嚣？我毋是盐鸡啦，你啥？我是讲腿啊！讲腿啊！好，恁爸就甲你弄啊，亲像腿啊，拍！我死！卖怕，安慰姐啊！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就这起的吼，在笑伤你啦！哦。大地的无地找，你来全部废工，真正出血了。请问一下哈，你是倒位来的青仔粽哈？第二笑，我杀得第八卦。第二笑，我一只嘛袂消化。哎呦！你咧细细念要念啥啊？安慰讲你啊，你袂记？伊讲咱伫咧路拄着啊，哎呦，
我互你害一个吼心茫茫，所以吼我惨惨吼来找你博感情。你敢甲我博感情？你是要来抓咸条好？哎呦，人讲加上山，就惊好来加。哦，自我会晓抹粉点面起来哦，我头一摆看到这么大面性的查甫人呢。安慰讲，落车头小探听咧哈，看恁做嘛是啥人？探听啊，安慰讲呢，若要探听吼，咱会当互相了解一下啊。哦，你一款面啊！你，哎呀，喂，探听者，好到底是咧创啥？探听好清楚，好大才过来。来，来，拄只窟窿来遮创啥？哎，伊安尼，伊讲寄这两粒要互你，是啥物意思？这就讲吼，这撮盐哦，应该是要保镖啦。啊，恁安排若是伤草盐哦，讲叫恁来食青椒。嘿，你甲讲，切记留互伊家己。好好好，有一家伊要自杀的时阵，绝对用会到的。好好。我即马嘛要寄声互窟窿，你甲讲，红白两派目前是咧博大局，互相拢有输有赢。啊，毋过哦，博到尾啊，白派啊绝对会输甲走咯。到迄个时阵，人掠厝拆，第啊鸟死甲无半只。干！看起敢若杂菜面，食起来吼，胡椒面呢，伊若较无细意哦，所以要拼。好啊啦，莫多二念小念啦，算小啦。啊？无啊，即摆你咧赶人客哦？我甲你讲，你较早走你就有性命啦，啊你若慢走你就无性命啦。无啊，我要倒来食啦。哈哈，啥物你要带遮？哟，啊你这垃圾狗你啦！你已经走啦。哎，讲我较客气的，算我惊真衰啊呢。啊，我是好意，你知？啊，你毋通我起毛歹啦，叫我什么生意歹做嘛？我唔知。出，生意无爱做啊啦！唔是阿伯，阿伯啊！我看阴暗吼，啊，困咧遮。别跑了！别跑了！看到你找我遐，我正要去云岩，这段期间，我住的所在任何人都袂用出入，谁也敢假笑，送伊去见阎罗王。是还佫有，我这阿吉他，甲顾好势，是听。是。袂歹啦，哎，你听到？哎，我无甲你超过这条船哦。歹势啦，这嘛毋是我规定的，这是骷髅大特别交代的啦。三八啦，啊，去到大去运盐啦，无要紧转来啦。哎，食几啊分？来，20啊分啊。哦，嗯这真贵哦。嗯。安怎？哦，有够险的啦，严哥，赞呢。这吼袂衰阿片粉哦。介意哦？哎，你介意哦？我摆甲你记遐几件来，吼。哟，这你大，你要创啥啦？放酒啦，放酒。看到查某伫内面呢，你是要害咱两个清菜笑啦？有啦，讲要逼开啊啦，吼。你顶大，啊你是大波人呢，要放尿，凊彩找一个所在放着就用个啊啦。歹看啦，但我毋是去打啦，水出来啦吼，好了好了。
啊，毋是查某人啊，放你遐惊人看。好，这顶下大啊！哇，你这牛拿牛还放遮久，这叫做捧公用啊！好了，多谢，来去。少年诶，困遮你会早死哦。我即摆吼，因寒啊半小死啊。谁叫你来葫芦墩呢？你若莫来吼，都无代志啊啦。我即摆嘛是进无步退无路，我嘛毋知要安怎啊。啊好啦，看你可怜啦，阮兜有咧大一命啦。张师了，多谢多谢，恁兜大等啊。行啦。啊是，啊是。你要走倒？你放心啦，客栈收钱，我才免费招待咧。用时机歹歹，四块房啊，会查封你就罔久啦。你叫我困你内底哦？袂，在你啊。好心啊，我家己一个唔敢困啦，我家己困好啦。我男拢困在遮啦，一暝到天光啦。啊，你无地困，here，
就会下，无鱼个嘛好，人吼早晚爱倒内底啦，啊你生习惯者啦，到时吼才好体啦。有啦，我换人困咧死人困咧，我就感觉怪怪的啦。啊外人困棺柴，这才遗憾啊！外口危险啦，我才安全呢。要困唔困吼，随在你啦，我无勉强啦，我要来困。真正真好困，我连天几工。刘哥，啊，辉煌的爸仔即摆伫倒位？你放心，即摆足安全的，我甲伊安排伫客房内底。但是今生伊在问，你定是要带伊去看因阿母啊？啊，就即马啊！即马？我已经找到一条路，会使直接通到费用所，互关迄间房间的。真的啊？是啊，我甲你讲哦，迄日本厝哦，地板甲地基中有芳，我伫下骹慢慢啊爬哦，无人会发现啦，足安全的。安尼上好，那我即下就带因去。好啊。去哪？你若神经的呢？啊，内面若无啥物动静啊啦，一定哦是有鸟鼠啦。走，出来。在床下。外面房间啊。睡着无？睡着。你讲。
我心情有处，不拢这样子，当然嘛会使。就告诉你，咱一定要做认真。拢是我唔好啦。可错当初我嘛是跋迄个脚，我要害你，害咱今仔行这个地步。我袂当怪你，拢是因为可能太透辛苦，你是真心要破坏咱的家庭。阿母，有怕人欺负伊无？无啦，无啦。阿母，你真的有车啦？有怕人欺负你啦？有怕人欺负你啦？我就怕你啦！金碧，你过来，别动，慢点吧。走，老张哈，什么代志啊？我之前哦有听到人咧哭声哦，那是我一个想到物件，这已经晚了。歹势哦，嫂，啊你也莫哭哦，莫阁伤心啊啦。我你敢要入来坐坐？我小开讲。好好，我哪会敢无大无小？嫂，啊咱无代志哦，我先出来诶。有啥话紧讲讲诶，可能在细汉啊，即摆心情甲作案，跟你搞共款。我可怜你啊！老母亲像无老母，阿母都无法度甲你照顾。阿母，你莫哭啊啦，金星大汉啦，我爱家己照顾家己啦。现在天气愈来愈冷哦，暗时困的时阵也会加加的，毛球寒到，你知无？我知影啦。这段时间，厝里大大细细爱互伊较操烦啊。想啦，你放心啦，我是心里烦恼你，是讲我唔知迄个前世到底倒个时阵，才袂阁母了你。你若看天公伯什么时阵归，叫雷公来甲伊讲好死。志条兄，我可要求你，求你即马从一个火头走好无？我求你好无，志条兄。阿舅，我拜托你了，我拜托你救阿母啦，我拜托你来救伊啦。行，唔通哭，乖。阿姐答应你，一定会我想办法，吼。伟勇啊，恁暂时爱啉奶，即马带恁走，时机唔对。啥我讲呢？就算讲即马带恁走，可能嘛袂放恁煞。伊这个人心怀个恶志，就算讲恁走到天涯海角，伊嘛会找恁报复。可能就是这么恶毒，根本就唔是，伊是真心啊。好啦，恁放心啦，我一定尽我的力量替恁想办法，吼。志条兄，多谢你。长安，安怎？几路有顺时无？有我去落报表，什么人敢假写？所以逐遮严，拢嘛爱你亲身去关顾啊。正经代志，莫安尼为着一个查某头路放外我。姐，我私人的代志，你莫掺。我拢是为着你好啊，你若好，我就好。安尼咱白派唔才有迄个气势啊！大家拢伫咧无闲，伊去铁顶啊！可能伫咧困啊。姐，你一个月开100块，请一个本数。看到大，啊你再紧就转啊？我无伫这段期间，有人出入无？无啦，有我这咧讲吼，任何新闻啊拢唔敢来哦。
是啊。阿母，哎，全部放在尾巴。花时间好，紧。你安尼挂落一定足忝的吼。你想开啊，袂甲歹面相续。是啊，我想开啊。现在要出来接我？我就听到你的声。你咋能要出来接我？你这个人哪叫歹款待啦！我对你好，你嫌；我对你冷淡，你也骂。我是要怎样害你？什么人来过？那有啥物人会来过啦？这拄则是毋是有人坐过？你是我坐啊。遐有人坐过？这拄则是毋是有人坐过？你是我坐啊。遐有人坐过？我有时阵坐这，有时阵坐遐，迄有啥物好怀疑的？反正是无人来。你做人哪里就多疑啦？有这无人啊你？那有啥物查无人会入去？有敢若是你会入去尔？你还没说？婚礼，那是你一讲到你结婚，若无就是骗咱出来厝，叫我哪会知啊？是别讲还唔讲？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是我做红囝的啦。做互恁囝？下班，下班，看得到什么代志？嘿，我问你，什么人捌你去过？无啊，哪有可能？我讲有可能。柯乐团，是你哦，你也来食早顿？七早八早，你伫咧遮创啥？我著惯势啊，逐工早起，我拢来遮食糜啦。
看到花王人边仔囝？无啊！你当时甲因叫我的？你若骗我，你的心脏会开花。我逐工拢看死人做伙，较看嘛是死人，哪有看到活人啦？这棺材内底第什么人？洪太平怎带起来？拍开来看卖。拍开你看，我是不要紧的，惊对你较无好啦。什么意思？惊你煞着了。骗笑！我这种人会去煞着？紧拍开有听无？这唔通气气哦！人若煞着吼，你神仙无救啊！你会晓煞着会安怎无？会安怎？人若煞着吼，魂不附体，目睭吊吊，喙角流汗，行路安尼浮浮有时拍冷吼，有时拍烧咯，有时昏倒在地吼，不省人事啊！好啊，你去骗3个囡仔，莫骗我，叫你拍开无听的是无？你若唔相信，我就拍开，互你看讲的。这款人吼，歹代志做伤济，表面装甲真铁气，其实吼心内惊鬼，惊到要死嘞。鬼走蛇走，魔神仔走，人无知安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好家财，好家财。互你斗产有遮尔济，实在唔知影要安怎甲你说多谢。要多谢吼，去多谢铁灵啊，是用钱请过来啊。阿爸，铁鼎阿姐是大好人嘞。互我钱的，拢嘛是大好人。安排过年啊！我是咧青仔站，要做哪？我伫遮吼，等你3天3暝安尼，今仔看到你吼，有价值啦。看伊这落撇形，规身躯臭到要死，敢若有死人味的。哎呀，我吼，甘愿为你落魄，为你无食无困，等你吼是我这边安排，为你效劳，永远陪伫你身躯边。你当作我安排咧收派人旧社哦？啥？安排过年啊！我毋是歹人旧声啦，我是硬拼拼吼讲推啊啦。啥？你何做讲推啊？对啊。哦，安尼你这个讲推啊，敢会晓讲铁平啊？哎呦，讲推啊吼，专门咧讲铁平啊当。安尼，好，该收的。是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找一个讲推啊来讲铁平啊！咱安排唔是咧收迄个歹党旧社。无咯，我是讲推啊呢，强，搁变系讲推啊。哎呀，多桑，家人家福气，以来咱不过是加一块碗一双地，会当用就拢该用嘛，哈。阿彪，大小姐，带讲推啊去洗身躯食一饭的。是。厝外人食食袂晓呀。行啦。安那可？我知影你对铁庭啊，嫌袂当食伊的肉，客伊的骨。啊，毋过咱会用找一个高手来对付。啊，你若找到这熟仔来在顶地。伊叫出讲推啊，拄好会当来讲铁庭啊。哎呀，咱即个生前面的看就知影无效啦。就甲伊当做是废物来利用嘛，袂歹啊。哎，咱是咧欠骹小，毋是咧欠本数。多桑，江湖上的阿哥，往往是死伫囡仔的手头。
水底的大尾罗麻，常常是互细只金仔咬甲流血流滴呢。你的意思是要用小钱博大奖？加减利用，啊，真正无路用，就甲车本斗啊。好啦，看你的眼光有准啊无准？至少伊阁有我的我，你啊！堂堂5岁查某囝，一个人拼着读、洗着读、佚佗顶路途卡，真正够落衰啊！像我囝，英勇啊，行出身价，去食嘛做皇帝，骗啥？公皮啊，我去叫你找你。有影像？嘿嘿。小姐，公皮要来啊！我心情无好，你吹，讲起来。红花姑娘啊，有啥物代志哈？无咧看啥？公皮啊，你甲我讲一个卡车片。哦，够有食。你讲甲袂歹嘛？就唔知影讲，你敢会晓讲别项呢？哎呦，只要吼是你的代志，就是我的代志啊！啊，我一定吼拼死讲。安尼有你遐忠心的人，啊，就唔知影你是毋是碰风水鸡呢？哎呀，你碰碰水鸡吼，啊，就太无话哩啦！我是牛的北内吼，有料的咧。啊，好，既然安尼，我予你一个机会，你替我讲一支铁钉啊！铁钉啊？你倒位啊？你倒位？马牌有一个铁钉啊，你甲扳掉。暗杀啦！上好是安尼。暗杀吼，唔是查甫囝作风哦，我袂。哎呀，你就是讲是恶毒裤。哎，乌多个吼爱车拼，爱顶高起来。凭你这种型，你是安怎当顶高机啊？红花姑娘啊，你唔通看鸟无点，迄鸟哦，若是发威吼，袂输好呢。哎呦，臭屁是免钱的啊！假使你就知啊。好啊，你做我看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证书啦，内底写甲清清楚楚，我是来挑战。挑战？红牌讲推啊，要来挑战白牌铁钉啊！古对下，伊即摆人伫倒位？伊人即马无伫个，红牌是对倒一角是请你来。我就敢若苏某讲啊，为石头内底走出来。哼，无名的小子，产地当作家己是皇帝。到时莫看鸟无点，目睭去互喇叭鼓着。等下。我是君主来挑战，白牌袂用这种少年的步数吼。帮你走。姐啊，你一个月开100块请的铁钉啊，人红牌，甲伊当做是一只三脚猫，凊凊彩彩叫一个高囡仔来甲呛声找伊挑战，在人的心目中，伊只不过是一副狗屎。阿公，铁钉的人伫倒？去找伊来。是。讲亏啊！我咧讲我种唔捌听见。铁钉啊，一支若是价值100块，安尼讲推啊，一支毋就价值1000块。家己什么款的行情，家己上清楚。若是去互吐槽，
都唔值3分钱。人已经来咱遮甲咱抢，你拍算要安怎？对方既然有这个打头，我当然嘛有这个气魄，我接受挑战。真好，看你的功夫。讲对啊，要来讲铁定啊！铁定啊！阮讲出了大要讲。讲对啊，要来讲铁定啊！铁定啊！阮讲出了大要讲。一支讲对啊，欠人定，我来了。一支铁定啊，欠人讲，你莫插。美国，美国，对，我大汉头要走到头，我找你足久啊呢。是美国咱两个兄弟啊，个个都才见面啊。对啊，啊你若变做唔正经，你把我对啦。无啦，我是来替何路敦哦大变数的啦。你呢？你来做来遮咧？啊，我就来拍起来啦。啥？拍七啦！你去笑我你？讲天笑歹听，总比吼点嘴样啊。大呀，那即摆咱两兄弟啊，一个苦仔了，一个大猪条，以后咱要安怎？咱上好啊，趁这个机会，将何路敦这笨手给拼拼啊！行，抬出来。你来先收手，俺们讲大三个。如果，哥，今摆咱两个赶紧等下咱家己所在，找机会好好配合者，将何路敦这两排笨手消灭掉。爸，你放心，我尽力配合。